要放进之后，我们再把它放回上去啊。那台机器，不然那台机器卖不出去了，太贵了，这几年太贵了。因为过户我们银行也出到一点，过给他再给我。
对，玻璃。Do what he did, the PFP and the double play is huge. It is just as calm in baseball for sure. He's on strikes, breaking ball when he needs to, and he's now, unfazed by certain moments in higher leverage. So he's a guy certainly we trust.
他不进，我他还没反悔，赶快去过户。过户完他反悔，那就不一定的事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个要多拿。你知道挖起来啊？对啊。还要装。他是中间吧？对啊，中间。我要关洞。这个关这个。还得到两啊。对啊，另外每个地方这样不一样，每哪天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应该要从前面比较赶快。应该不可能那么累吧？我的话不可以穿，可是然后最后面打开，我看这个哦。好像是这样子哦。我帮你看。那也对了，那这个。我拿别的看一下，看一下那个。对，看一下，因为这个要，这不等，这个那就是。也不需要考虑的。
Thank you.
Yes.
Thank you.